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你好，我係曾國雄牧師，加拿大遠東廣播中文部嘅主任。首先多謝你過去咁多年俾我哋嘅支持，無論喺禱告上啦，同埋喺經濟上咧，都帶俾我哋好多嘅祝福同埋鼓勵，亦都讓我哋經歷到有你與我哋同行咧，係何等嘅寶貴。我哋每年嘅大約5月6月左右咧，我哋喺加拿大咧就有一連串嘅異象分享嘅晚宴嘅。咁今年咧，我哋就嗰個異象分享會咧，就會喺6月5號喺 Edmonton 舉行。6月5號即係禮拜4嚟嘅。咁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能夠參加呢一個嘅異象分享會啦。地點咧就喺呢個皇城大酒家，英文係 Emperor's Palace， 皇城大酒家就係咧喺晚上6時恭候6點半入席。今年嘅主題講員咧，我哋請到美國過去嘅遠東廣播中文部主任黃家新博士牧師。咁佢係美國前遠東廣播中文部嘅主任。黃牧師亦都係一位非常出色嘅太空科學家。咁咧，佢曾經喺美國 Houston 太空中心咧發展部嘅主管嚟嘅。咁領導幾十位嘅科學家工程師咧一齊咧嚟去做好多嘅研究嘅工作啊。佢亦都咧攞過唔少嘅獎項，亦都咧著作過有唔少嘅書籍嘅一啲研究嘅報告啊。咁黃博士咧喺2001年蒙召，咁提早咧就離開太空科學嘅領域退休，又跟住咧就參與咗加拿大遠東廣播嘅侍奉。咁佢喺2014年咧就開始接任美國遠東廣播中文部主任。咁仲有奇妙嘅宇宙、奇妙的好運呢一本書嘅。嗱，今年嘅主題咧就係同黃博士佢嘅研究工作都有啲關係，亦都同我哋遠東廣播亦都楞上關係嘅。題目咧就係諸天述說。藉住神嘅創造嘅奇妙咧，讓我哋領會到上帝點樣使用遠東廣播，藉住大氣電波咧，將佢嘅福音帶到普天之下，使萬民都可以聽到佢嘅福音嘅。我哋非常希望你能夠咧今次出席呢一個特別嘅聚會，亦都有機會聽到一位專業嘅太空科學家分享佢過去嘅研究之後得出嚟嘅結論，就係呢個宇宙不斷嘅宣揚係神嘅大能同埋神嘅榮耀。弟兄姊妹，我希望你能夠帶同你嘅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一齊參與呢一個特別嘅異象分享會啦。如果你想參與嘅話咧，歡迎你聯絡我哋喺Alberta 嘅黃國陽牧師，佢係我哋加拿大遠東廣播喺 Alberta 嘅主管。咁咧如果有參券贊助也好，預訂或者係咧查詢咧，就可以打電話俾佢嘅，就係電話係368-999-9111。368-999-9111。多謝你嘅支持，喺呢度咧，祝你主恩滿日。